多人呢说他是菩萨的在世，有的是他是好像一个非常有修行的化身。那么蕅益大师也学问，你想要再找第二个人跟他这么一般平等的话，很难很难，相比较非常困难。所以我们很清楚知道，蕅益大师本身是非常有学问的，非常有修为、很有正量的人。他是我们净土宗第9代祖师，讲这句话：一生阿弥陀佛，今以此果觉，前提受于浊恶众生，乃诸佛所行境界，唯佛以佛能究竟。非九界智力所能信解也。这句话在告诉我们，说一声阿弥陀佛，一句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就是阿弥陀佛怎么样以此这个果觉在果地上面的大彻大悟，他的觉悟的成就，叫做阿弥陀佛这一生，是阿弥陀佛全部的功德。等于说，换句话讲，就是阿弥陀佛的生命的代表，代表了阿弥陀佛的功德，代表阿弥陀佛的修为，代表阿弥陀佛的智慧，更代表了他的生命。他要用这句名号，让众生大家都可以成就，众生都可以解脱。就一句阿弥陀佛，是阿弥陀佛在果地，就是在极乐世界成佛之后，他的大觉悟了。完全彻底明白的化身呢，就透过集中浓缩在这一句阿弥陀佛里面，他在果地上面的大觉大悟全部把这句名号无条件的授予，就是我布施给众生，我授予就好像我传授给你，我这句佛号就叫付托给你，就给什么人呢？给浊恶的众生。就是五浊恶世的众生，在这个娑婆世界，为什么会受苦受难？为什么会生活不稳定？为什么会情绪这样子一直在造罪造业？那我们一直贪求执着，我们没有办法清净，我们的内心当中烦恼不断。这种浊恶的众生，为什么我们会到这里来？一定有因果嘛，前世有因，这辈子才有果报的如果你没有恶的因，怎么会有在这娑婆世界受苦受难呢？对不对啊？因为我们过去的因不清净，所以感召到这样一个乱世的时代，或者是一个非常浊恶的这种环境里面来受苦。所以他这句名号就要传授给我们所有一些烦恼苦海的众生。那么这句名号呢，乃诸佛所行的境界。这个是佛所修行的那种境界，就是那种修为所了解的那个程度。各位，他们就是这个佛里面所能体会的、所能了解的东西，那种境界就是那种程度。各位，只有佛在修行上面他能够体会的、能够完全明白的事情，不是这句名号我们凡夫是很难去了解。这么伟大吗？无所不包吗？完全都记住的吗？我们没有办法去体会。说这句名号，我们能摸、能看到，又能够称念，这么容易、这么简单的东西，为什么是诸佛所行境界？因为实际上就是阿弥陀佛在果地的，果地所成就的东西，化成这个名号，所以才知道说，只有佛。他所修行的这种程度，这种体会，这种境界，唯佛以佛能究竟，只有佛跟佛才能彻底明白了，才能够彻底明白这一句佛号的重要，这一句佛号的伟大，这一句佛号它的功德威力，只有佛跟佛才能够彻底了解，我们菩萨都没办法清楚，非九界智力所能信解。这个除了佛以外，菩萨啦、罗汉啦、辟支佛啦，再加上这个天神啊，天神界还有一切我们这个六道的众生，这都是属于在九界。九界要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智慧，
你所能信解吗？会，就是没办法，就你要靠你这个九界的一切众生自己的力量，也就是自己智慧的力量，想要能够完全相信去了解吗？没有办法，就没有办法做到，就没办法，不是你们这些众生所能了解的这句名号，不是，因为这句名号就是阿弥陀佛一切的成就功德的结晶，把它浓缩化成这个南无阿弥陀佛这几个字，就是阿弥陀佛的名号，所以我们就了解说，哦，原来我们只要信赖阿弥陀佛名号，我们投靠了阿弥陀佛名号，我们称念了阿弥陀佛名号，就如同跟阿弥陀佛随时都紧紧的抱在一起，你要看阿弥陀佛吗？你只要看到这4个字，就是阿弥陀佛代表。你不需要说，我一定要到哪里才能见到阿弥陀佛，是这个名号就是阿弥陀佛了，各位对不对啊？你们这样听明白没有？所以各位，你看这个蕅益大师提醒我们了，开示我们了，让我们了解到这个名号的重要性，所以今天我们要不要随时随地、分分秒秒、时时刻刻要在之念之？各位念念不忘，好好的把这句名号，把它紧紧的抱在一起，好好的随时随地有着阿弥陀佛。今天我刚刚看到那个新闻呢，有一个年轻人骑那个飙车，重型机车，知道吗？刚好在转弯的时候耍帅啊。非常的，他有那个动作了，那个骑的姿态多么优美啊！唰，像着，刚好前面他没看到啊，结果有一部轿车占到他的路线来了。实际上，这个骑机车是很守规矩的，他没有跑到别人的那个路线去，但是你没有办法去预防别人也要转弯，他就跑到我们这个线这个路线上来了，你没办法控制，结果一转弯，他已经在前面了，来不及了，嘣一下子，你知道人呢飞在半空中，好几尺高，嘣一下子摔下来。你看，求快求帅气，各位，但是马路如虎口啊，随时都有危险。这个时候你在骑车，如果要是你的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随时都在念佛，不会发生意外，因为名号里面有光明，名号里面有诸佛菩萨随时如影随形的疼爱你、扶持着你，所以要念佛。尤其开车的人一定要念佛，不要自信满满的，觉得我技术很好，觉得我一切都不成问题啊！但是实际上你根本就有问题。为什么？因为马路不是你能想象到的，除了你自己的技术要好以外，别人呢？别人呢，可能喝了一点酒啦，或者是神志不清啦，或者是睡眠不足啦，结果你看精神恍惚，结果随便乱开，你没有办法去预防别人撞你啊，各位对不对啊？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开车一定要小心，这个就一定要念佛，开车一定要念佛。那么这样子大家逢凶化吉，平平安安的，平安才是最好的技术。才是最好的技术，平安不会发生问题才是最高的技术。各位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今天高兴跟各位大家分享啊，阿弥陀佛。